呢一張貼紙係嚟自 The War Amps，即係加拿大傷殘退伍軍人協會嘅。呢一個係加拿大嘅慈善組織，最初係喺1918年成立，主要目的係幫助因為戰爭而失去咗肢體嘅退伍軍人。隨住時間嘅轉移咧，佢哋嘅服務咧已經擴展到去幫助因為唔同原因截肢嘅兒童或者成年人。例如佢哋會透過 TRAM 計劃，佢為兒童截肢者係提供支援嘅。佢哋嘅支援服務咧係包括咗佢哋提供咗義肢咧同埋輔助嘅器具，為需要義肢嘅兒童、成年人或者退伍軍人咧係提供經濟支援。佢哋亦都有教育同埋安全嘅導窗，推動到道路嘅安全。例如呢一張 Drive Safe 嘅一個 tag 同埋呢個貼紙，去提醒一啲駕駛者注意兒童同埋行人嘅安全，從而佢哋將公共嘅意識提升。佢哋亦都透過咗各種嘅活動同埋廣告嘅宣傳，提高咗大眾對於截肢者嘅需求同埋嘅理解，同埋減少咗對佢哋嘅歧視嘅。佢哋都經常去發送免費嘅貼紙同埋鎖匙扣，令人哋可以去捐款去支持一啲傷殘嘅人士。整體嚟講咧，呢一個機構嘅核心目標咧就係幫助所有因為意外或者疾病失去咗肢體嘅人，令到佢哋能夠獨立咁生活同埋融入社會。每一年 The War Amps 都會將一個印有獨立號碼嘅鎖匙牌寄俾你。只要你曾經預先登記過一個簡單嘅個人資料，包括咗地址之後，當你收到呢個鎖匙牌，你可以將佢掛喺你嘅鎖匙度。萬一你唔見咗鎖匙呢，只需要執到你鎖匙嘅人呢，抌去任何嘅郵箱，咁郵局就會按照到呢一個牌嘅獨有號碼，將呢一個嘅鎖匙咧就寄翻俾 The War Amps， 而 The War Amps 咧就會將呢個鎖匙咧就會寄翻俾你，因為你嘅資料已經預先喺佢嗰度登記咗。以上呢個服務咧係完全免費嘅，不過咧每一年佢寄嚟嘅時候，佢都有一個信封俾你，咁你都可以隨你自己嘅意願去做一個捐款。你又有冇跌過鎖匙呢？歡迎喺留言嗰度講下你跌鎖匙嘅遭遇。拜拜。如果你喜歡呢一個資訊，歡迎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呢一個頻道。多謝，拜拜。